保險加信託點樣幫你守住財富呢？今日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。話說以前有位老人家榮叔，佢係一位成功嘅商人，打拼多年，終於積累咗唔少財富。為咗保障家人生活，佢買咗一張保額高達1000萬美元嘅人壽保險，指定受益人就係佢2個仔女。榮叔覺得咁已經夠安全啦，但後來發生嘅事真係令人大跌眼鏡。幾年之後，榮叔離開咗，保單理賠金預約交到仔女手上，本以為呢筆錢可以幫佢哋安穩咁過下半生，但結果卻完全出乎意料。大仔因為缺乏理財經驗，短時間內就將份錢花晒，仲惹上債務問題。細女更慘，結婚後嘅錢被另一半慫恿去搞投資，最後血本無歸，一家人都陷入困境，根本冇辦法用呢筆錢改善生活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，如果換成你，應該點做先可以避免咁嘅情況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就係保險信託。保險信託係乜嘢？講白啲，就係將保險賠償金交俾專業受託人管理，按照你設定嘅規則逐步發放，唔會一次過交到受益人手上。好似榮叔嘅情況，如果佢當初選擇設立保險信託，佢仔女就唔會咁容易花光啲錢，或者俾第三方債權人追債。例如，你可以設定條件，仔女每年只能夠提取固定金額，或者完成學業、結婚等人生大事嘅時候，先至額外派發獎勵金。而且，保險信託仲可以隔離債務同婚姻財產風險，確保財富真正留俾自己嘅下一代。所以話，保險解決到嘅係財富放大嘅問題，而保險信託解決嘅就係財富安全傳承嘅問題。特別對於希望財富代代相傳嘅高淨值人士嚟講，合理利用保險信託先至係最聰明嘅做法。如果你對保險信託感興趣，不妨揾我一齊探討一下。